就台湾抗癌愿望助学金颁奖典礼伫台南市政府举办，这次有6位学生得奖，分别是陈嘉景、郭佑霖、陈玉祥、秦玉洁、孙少奇以及黄子轩。由市长恩惠体亲自颁发助学金2万块。比起我们基金会的各位天使，其实大家都实在太幸福了，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周大观基金会，周爸爸、周妈妈所做的一个奉献跟付出，把一个对大观的一个爱，那变成对于社会、对于整个台湾的大爱，这个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谢。就台观基金会感恩得奖的学生，展现出对生命的努力，为社会注入正能量。因伫咧典礼当中，也上台甲大家分享抗癌的经历。因为我国小有运动过1年，所以就是住院之后体力变很差，但是可能因为我之前有运动，所以就恢复得比较快，然后也没有那么不舒服，就是有减缓一点。运动可以让心情好一点。每一位抗癌斗士的背后，拢是感动人奋发的故事。期盼透过公开表扬，予囡仔上好的鼓励。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。